此以后啊，红着军业就要收拾到这个妖孽白甲妖太。白甲妖太在刺激危险的境界，伊也唔愿错上加错。无论怎样，对方官唔敢再使用，为今内被挨打了。到底是安怎是？咱是咧创啥笑？恁为什么伫我的厝前厝后遐喧哗、打杀杀？为什么代志吗？老爸有所不知啊，阮众人要来收治干王的走狗，这个白甲妖太啊。什么啊？干王的走狗，白甲妖太，迄妖太是我的囝儿呢？各路英雄，假使若是我的囝儿有做什么过错的所在，万望看老伙的面子。我是一个痴迷的残废者，我要求一个，你唔通伤害我的囝儿啦嘿！老汉归你老好。小等咧，老爸，你唔通归落，你若归落会折我养伤咧。喂，妖太，怎样？你敢做这个干农的走狗？你的老爸是一个盲目残废人，你应该好好奉侍你的老爸。为什么输干王啊？我已经离开干王了。干王呀？前夜。你为什么理由离开干王？这个事我慢慢的讲，你知影。好，3天内一定正确的答复。要若袂，我来找你，重要你啊！退开！爹亲受惊了。什么？太啊！什么讲你输这个干王，我真是莫名其妙。干王是谁啊？爹亲，这个事情今日入来内面，会详细讲你了解。哎呀，太啊！你说你甲人遮好，你阿爹真是烦恼啊！阿爹，你放心啦，今日将详细讲你知影，入来去吼。知了。你实在影真矛盾的哈。我希望讲你嫁王爷做一个王妃你有一款幸福苗要享受，你愿受地狱之苦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你都无影特别毒杀王爷，你安尼家己认罪你家己找死。我宁愿清之死，不愿罗之生啦。要战便战，有何必问呢？山通过乡新结构战！一兵千岁，将一回杨卡斩杀了。是应该的。来人啊，将这个尸体给示众。好，遵命。恁王爷千岁，在这个太平馆的所在一张被，这是白甲阳台所拿的，进上来。本王切开一看，白甲阳台气我而去，为什么？本官非常重用伊，为什么离开国王？启禀千岁，因为你这个为了查某，所以忙忙追追，迄个白甲阳台冷冷静静你该领导所以白甲阳台就那看破离开，做成做老百姓了。好斗大人，你讲得真有理。安尼白甲阳台无该收到转来命令，本王打扮白身，往到双树卡，再请白甲阳台来做我的保驾将军就是内面打扮得意遵命。将功进发。李贵，金甲孙杨怎啊无看？哎呦，金甲孙杨无看，迄倒是走去倒去唔通叫造谣，叫走去新北台湾，咱袂使去抢河归山的。来人咯，就拿地界细擦，这个来。哎呀，几个
牛牛，将段轮枪回剑啦！老爷，手令巧下了，走啊！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生你就讲假做，也有钱就讲假赚，也若有功德就讲假种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侬两个呢，一人一个你呢？哦，啊你想迄个查甫，啊我想这个查某诶，还照公道诶，我对唔对？讲假。呀我妹啊，啊你实在我也真贪心，我叫你真个好我你含，啊当你看朝鲜看我俩俩，啊你就安尼甲钱两个才会爽。没有路呢，你们去年到底要平康我康康。报道多人，到底怎样来到这生手铐？人声老汉。何跑今天到底为什么在这个门看没？我说明。哎，大做梦嘞！那个胖跑放开了兵兵，就一起到这里冲上。啊，你唔知啊？迄就是武林的皇帝啊！吼，早日来去拍败一寡土匪，解救14庄的人，啊，所以大家啊，摕真侪钱要互伊，拢叫谢绝，哦，拢无共收红包，啊，所以大家伫咧甲伊感谢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伫咧人西甲伊庆祝就对啦，这就是当今的武林皇帝，吼，功夫上赞就对啦，安尼啊，庆祝庆祝哦！去到王家神球，去直接用来早日啦，去拍败土匪。解救24省的人啊，所以大家啊，这个人人气真系鼎盛，假使一般人可以反背本王者，对我有所不利，你赶紧等王府提调大队，好将这个别业阳台，当一般人拢给抓起来。这帮都唔通哦！你若安尼做，我都打草惊蛇，对咱嘛真不利。啊，迄别业阳台哦，迄对方官足厉害的。啊，你若是这要甲抓无着，唔做叫用迄对方官，对我的水鸡头就要切断。我这只火刀水鸡就要变成火刀相子。嘿，你才真无气魄，也若无要用什么办法？嘿，千岁啊，我看是安尼较顺势啊。所以将有你，赶紧回府进行工作。你再来啊！我儿啊，我来清早起来，锣鼓喧天，炮声震耳，到底是什么祭典哈？爹亲，这是咱这乡亲好友，知影我倒转来伫咧甲我庆贺啦。我头拄哪有听人伫咧讲武林皇帝啊？庆贺哦，庆贺哦，啥物叫做武林皇帝哈？哦，爹亲有所不知，因为昨日我去拍败土匪，救着24庄这乡亲，所以大家讲我武功真强，因此甲称呼叫做武林皇帝。哎呀，太过分的称呼了！啊，太儿啊！2日前，金王子因这人特别来杀你，2日后又有人安尼吼锣鼓喧天来甲你庆贺，什么称呼你叫做武林的皇帝咯？啊，真是！是啦，爹亲你不必担忧吧？这是冷暖人间炎凉的世态。不过，我认为吼，这款太过分。你都会记得呢？金王子因一班人希望你3天后正确回答，你都要做一个正正确确回答。为什么你离开干王？这个事啊，必须要讲会清楚。我想因你班人是好人，你知吼？今日知影。哦，什么贵事？啊，你样样晓，这是阳台这张被就是王爷的你看看了叫你照实行事，待我切开一看。安尼好，回禀王爷，我马上就到位。好，我等下报。我儿啊，是什么人的批信？就是干王指点我的批信。这张批内容是写安怎？
有事得要甲我商量。呀，你要过去王府是？是，今日认为非去不可啊！哎呀，今日啊，你但离开干王，想得要弃暗投明，你就唔通搁再受人的引诱，吼！你会抓紧一世人所要求的是，要求我的身体健康。今日你会当做一个尽忠爱国的青年，安尼我就满意。我毋是咧求荣华富贵，你知影吼？爹亲，今日了解啦。不过我会见机行事，阿爹你放心吧。好，你要去就要小心，拜别爹亲顶庭啊！恁王家亲手，阳台已经到位。阳台来得好快。5天吧，对。你是我王府内面的总教头，阳台甲你就是结拜兄弟。你对国王尽忠，对兄弟不能尽义，你知吼？我知影。来，这班。是。请王家入来，哈哈哈哈！大做好事，我会当当小事。来人啊，迎接阳台10号，迎接吧，迎接吧。大哥啊，兄弟，大哥啊，兄弟，哈哈哈哈！兄弟离开真久，哦，才2天尔。哎呀，人家所说一日不见如三秋，这是你我兄弟的情分啊。哦，请问大哥，王爷对我唔知有啥物指示无？王爷真少念你，你离开，也伊看到你的批了后，非常的艰苦，所以啊，伊想要要看你一面子啊。哦，王爷在哪里呢？王爷即马甲这高知国人伫咧开会啦，等下开会煞，伊就会甲你畅谈。多谢大哥，已经中到咯，准备野味招待，吼，也兄弟过来饮一杯。大哥你的雅意，热地言感确实呢，来人咯，摆开酒席。兄弟，来，卖客气。恁大敬你3杯，言感忘处，应当是社敬大才对。哎呀，酒道中是无分大小，来，干杯！多谢。来，无三不成礼哈。来，用菜。多谢。唔知王爷有啥物指示？等下你就知啦。用着我未分酒，已经微醉了。假使还要照王爷交代，就将阳台给斩杀，未免太过残忍。唔该斩杀，我对王爷不能交代。这个叫我怎样？这个叫我如何？对了，准备我的工作。想呢，只有这条路通行，别条路是绝对行袂通了。赶紧嘞，记起来，又无我包包呢，这是不得已的，真可怜啊，2只脚都个站长，点啦，赶紧将个身躯甲扶出去外面。请甲徛在树脚的所在。啊咧，扶出去。我知。千岁有请。启禀千岁，阳台2只脚拢甲伊砍断了。什么？国王命你将阳台甲伊收拾单掉，为什么砍断骹骨子？千岁，像当初咱这边黄帝庙进香的中途，遇到刺架。就是阳台来救王爷一命，如此若是甲伊杀掉，未免太过啊！你的意思是国王残忍心？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讲若将脚骨甲伊斩断啊，这就是叫做抬价架高，以后无人敢反对王家。若是反对王家呢，就亲像阳台这款的下场啦。其次，我也想讲阳台这个老爸目睭失明，今年70多岁咯，专靠阳台这个甲伊奉养。假使伊若是脚骨断去，变成一个残废来讲啊，伊会当用蛇形的功夫，直直爬到街头巷尾去救乞哈，来互伊老爸会当生活。命令，残废2只脚斩断，只是行动不方便之意。伊的嘴还过讲话，这个厉害就是厉害在讲话啦。
假所以若是煽动着这三教九流的人来对付咱，是毋是非常不利？这个后根就是你种的，非杀敌不可。千岁，当前就以处这个青面老爸今年70外岁，连你的老爸煞杀吧！去，遵命啊！来人啊！严守王府有事，报我对情啊！哎呀，我的脚呢？哎呦，我的脚哪麻去？杨英雄啊，你醒啊醒！哎呀，我两只脚拢断去，我的脚呢？李忠，我的脚什么人甲斩断？这黄天霸斩断我的双腿膝。原来是安尼讲啦。靠！黄天霸是我的金兰的兄弟，为安怎这么残忍？我甲伊无冤无仇，这么残忍斩断我的双脚。黄天霸，禽兽，你是魔鬼！杨英雄啊，你较冷静咧，我讲你听啦。这个代志哦，毋是黄教头所做呢，迄个就是阮王爷命令黄教头要甲你杀死。伊想讲哦，甲你杀死哦，未免太残忍，所以啊。我了解啦，李忠，我了解。干王，我与你势不两立啦！杨英雄啊，较细声了。毋过像伊阮伊漂有风，若搁去互干龙的部仔听着哦，你就害，我也害。黄天霸，你真矛盾。你对干龙尽忠，应该你都要甲我斩杀。为什么你甲断骹骨，留我活在这个痛苦的世间？你真残忍！我就是变成一个残废者，要如何回去厝见我70外岁的父亲呢？李忠啊，安那，我拜托你，你甲出2支竹啊，互我会当插在这个怪人的行动，转来双手骹见我的父亲一面吧。2支竹啊，拄了你就会惊心。我运动着我的气功来行路啦。对啦，我来出竹啊，可怜。你安尼夹咧，敢就会行路是？李忠啊，你是中和人，赶紧来离开干龙。你若是踮迄个所在，伊原会甲我阳台同款的下场，你知？嘿啦，我哪有咧想啦？你安尼敢会行路？李忠，过时！哇！这份功夫哦，我食遮大汉才看一摆尔。2支竹啊，拄来讲，我那敢若亲像会飞天呢！哎呀，实在有影好厉害呀！李忠啊，阳台呢？走去啊！怎样走去？也就安尼啦。走去也好啦，要无我实在是下不了手。莫讲是结拜兄弟，若看到阳台这种遭遇，铁打心肠也悲伤。老大呀！我看哦，这个干龙这么残忍，咱能踮遐看破，把我赶快来疏开。小等下，我一定亲目睭得要看干王受恶报。敢会？咱有机会吧？好安尼。是，倒等下王府做内应。好，我绝对听你的。3日计到，阳台并无回答，正气山庄的军舰万分的愤怒，传说得要甲阳台算账。2支脚臂断的腰台，以全身的气力集在着双臂，使用着太极运行功的绝技，用德行路，得要回转双手脚了。这个时阵，正气山庄的军舰看到阳台这款的行功非常的怪异，随后得要观看这个详细。爹亲啊！我转来咯，太你转来是了，爹亲，我回来了。太，你的声是安怎？哪会怪异啊？
阿爹，我因为啉酒去伤了风，所以声才会烧声啦。你唔通骗我，你这次等于王府发生什么代志嘛？无啦，爹亲你老人家，千万唔通想东想西去。今日你的声音吼足怪异的，带着悲伤的声调。你这次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通骗老伙啊！赶紧照实体髓来，爹亲，你唔免悲伤，这个就是今日的运命。安那，是安怎是？爹亲，听我言明啊！这苦，干王这苦，好，我今年食到70外，我这个老命不爱，我一定要来改变。我一定要来改变，阿爹喂，较冷静嘞，我要来改变。爹亲啊，你较冷静嘞。今日虽然无脚，安尼我永远才袂过去流浪。我永远会伫你的身躯边，奉侍你100岁年老啦，爹亲。我囝，爹亲，是这样可怜，可怜呐！老阿伯，你免悲伤，别减忧态啊！唔免悲伤啊！金王子，恁众人利用这个机会甲我杀吧，我无可能抵抗。圣人之为杀者不仁呐！呀，正气山庄的庄主，这个迄大哥伊也是一个仁人的君主。虽然伊的小弟死在你的对方关，又想特别报仇，可是呢，今日看到你的遭遇吼，真是朴素动情。古人所说，这个就是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所以大家化仇为友嘛。是啦，杨太。你我是同路人，我真同情你的处境，我小弟冤仇化消，想看有什么办法来给你接脚骨的。上简单，我来去请你雷公我来甲接脚骨就是啊。我亲近王府，想杀掉这个奸王啊！是啊，金家善良，改了全家人公道，大队我拢甲人包围掉了啊了。什么？害啦！这尾怪龙哦，阿弟所来，这要甲咱拆条路巴了。金王子啊，看要安怎落好啦？恁拢唔免惊，恁将杨太因爸囝赶紧甲伊带走。这个所在留我假面三郎一个人来应付就可足了。我呀，你是抓地头皮？唔是抓地头皮，时到你就知咯。好啦，赶紧来大家选咯。穿山龙这要食人，内面敢敢存你尔心？这个都真多咯啊！安尼好，你这个三甲部班的神经过敏的，你明明自找死路，为我来呀！看我假面三郎的绝招啊！神奇，假面三郎在使用什么绝招对付人龙甲这尾怪龙呢？请看续集片底分了。